要来看政府长照2.0的政策实施到即摆2年了，到底做了如何呢？花市采访小组到社区的长照站去访问，结果发现，这个长照站只有2个照护员，却是要照顾16个老大人。另外，即摆有真侪事势，为着要照顾破病的父母，不得不要甲头路辞掉，造成经济上的负担，甚至嘛形成老人照顾老人的现象。面对长照人力欠缺，政府要安怎解决这个困境呢？今仔日的真相急先锋。你别说是，就给他摆一摆，笑，你给你的啊，有一点水的。我要把自己照顾好，不能得那个传染病，或是不能住院，或是不能急诊。哦，有时候真的也没办法。长照2.0以找得到、看得到、用得到为目标，以干法度进入每一个家庭。情人化是可以，但是他们那个时间都比较短，一方面也是经济也没办法负担，然后他也不愿意那么长时间给人家照顾。伊是今年60岁心中祥，家己照顾86岁失灵的老爸，甲85岁重度失智的老母。虽然钟祥厝内有3兄弟啊，不过拢住伫美国。留伫台湾的钟祥，都要承担照顾爸母的重担。他那时候有判定那个心脏衰竭，医生是说只剩下2、3个月的时间。到2018年6月为止，台湾失灵者差不多有76万人，住伫安养机构的敢若8万几人，25万人由外籍义工去照顾，剩的将近43万人，拢是由像新县市这款的家庭照顾者伫担这个重担。讲到长照2.0，心中上敢有感觉？往事的那个太少，久来一次，好几年才来，其实要经常来看顾一下他这方面可能没办法。如果是居家服务1对1，他还要跑来跑去，其实他一天可以照顾的人力就是很有限，可能只能照顾到3位或4位的老人家。那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走的是日间照顾，可能是1比8，好，那未来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广设日照中心。依照长照2.0，将服务体系分做 A、B、C 3个等级 ，A 是社区整合型的服务中心 ，B 是复合型的服务中心 ，C 是巷弄的长照站。这里是台北市私立爱爱院，是长照2.0里头的 C 级机构，主要提供了共餐、临托等等的服务哦。那么机构里头总共设置了2名的照护员，1人就要负担8名长者，压力真的不小。大家下晡这时段困到起床唱歌、敬头啊，照服员时线唔捌离开过，因为无限制这时段的活动，想要去倒位就去倒位。2个照服员包办16个老大人，真正有够无闲。暗顿的时，搁较硬斗。拿吃饭，拿一回实习的社工，食饭后爱搁倒收，同时要注意这老大人，哪有可能有用？因为他们有责任的问题嘛，他们觉得说，我如果今天休息了，就只有一个照服员，或是1个半的照服员，那另外一个照服员会比较辛苦。嘛要甲好事甲所来也如梭，我无读书啦，啥物就袂晓。大家都对我就好，较紧来要放药，看紧紧，看我去，要食茶摕紧紧，然后逐项好，逐项都好。今年92岁老太太廖妹妹，虽然讲记忆无啥好啊，不过照护员的用心伊记甲真清楚。伫台北市长照服务，骹手都无够啊，更加免讲较偏僻的地区。到不同的县市，它可能聘雇的成本就不一样，因为在当地薪资结构随着城乡的差距一定不同。都会地区因为相对嘛选择竞争性也高，而且它的人力成本也高，好，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各县市政府必须要自己去思考啦。薪水低好找人，照护员会使得到的帮助真有限。对老大人来讲，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，伊的感受特别强烈。长照敢有法度好这个时代快乐上路，变成政府上界要紧的任务。